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JV's Family，I'm Vivian。今次同大家嚟到位於深水埗嘅劉心記度食蝦子撈麵。劉心記呢係一間專賣竹升麵有70幾年歷史嘅老字號。對於一啲傳統嘅麵鋪呢，其實佢嘅餸菜呢已經算好多嘅選擇，亦都可以選擇呢再加錢呢嗌佢一啲嘅套餐。好好食咩？嚟到劉心記呢，一定要試佢醃咗嘅酸蘿蔔啊，因為酸酸甜甜呢都幾解膩㗎，仲要你想食幾多就可以拍幾多。而我次次嚟到呢，都一定會嗌佢嘅牛筋雲吞蝦子撈麵。而佢嘅雲吞同水餃係自己包嘅，所以非常之足料。而佢嘅牛筋呢，炆得非常之入味同埋腍啊，食落去係淡淡嘅骨膠原，再加上佢嘅腩汁呢，撈埋啲麵呢，係非常之正。大家聽到 Jack 食魚皮呢，都知道佢嘅魚皮非常之脆，所以每次呢，我都會加佢嘅套餐嚟食。